我们周末有个聚会，常大乐带着牛思义也去，你带着丹丹也去呗。不去。去呀！你都这么大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别老在家待着呀，你应该经常跟着你姐参加一些什么聚会啊什么的。你别老在家待着啊！哎，你刚才说那姑娘叫什么？丹丹，就是他的初中同学。就是开家长会老师经常表扬的那个吗？会拉小提琴的那个？就是他。哦，人家从国外回来了，跟我弟联系上了，好像对他有意思。哎，别瞎说。害羞什么呀？就是啊，人家小姑娘对你有意思，你害羞什么呀？哎，我记得人家那丹丹长得还挺可爱的，是吧？哎，你刚才说人家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，多好呀！啊，好。那你说我弟是不是应该跟人去约约会、吃个饭什么的？对，你得去啊！你最好是把那个丹丹啊带回来给妈看看，听到没有？我刷碗去了。你小子，真是干得好。你说你这红娘怎么当的呀？怎么了？你看李罗叔那表情，坐丹丹边上跟要死了一样。我懂了，这样才能实时的侦查敌情。说不定今天晚上我们俩就能撮合他们俩在一起。哼！啊？哎，再说了，人家约会，你俩干啥来着？这，你不来，我怎么撮合我们俩在一起？哎，这，来晚了，快点！大乐啊，别聊了，快过来！来，走。人都到齐了哈，咱们来介绍一下。现在不熟悉的啊，大家赶快熟悉熟悉。今天晚上啊，不醉不归。这位姑娘呢，可能没有见过，叫丹丹。丹丹，这两位是洛叔公司的同事。前段时间啊，洛叔公司推出的新产品啊，特别抢手，上了好几次新闻，都少不了这两位的推波助澜。还有呢，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初瑶，我女朋友。哎，你就跟洛叔一样，喊姐姐、姐夫，啊。我认识你啊，你是不是前阵子在网上特别火的那个拉小提琴那个？对，就是他。前段时间呀，刚刚开完演奏会，洛叔的初中同学。哎，幸会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走。还不知道这两位是？忘介绍了啊。讲我自己了。你好，我叫林雨，我在公关公司上班。这是我老公秦云，他是学金融的。金融的，那肯定特聪明吧？哎呀，哪有啊！我也就是在公司就是个小虾米，每天也没啥事儿，就……哎，那韩子墨怎么回事啊？来这么久了，杯子是空的。忘了这回事了。小李，来干杯！哎！吹啊！你说你为什么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承认我是你男朋友呢？我什么时候不愿意承认了？他们都知道你是我男朋友啊。我不管，反正你不爱我。你喝多了吧？喝多了回家。哎呦，我没喝多。没喝多，他没喝多。楚瑶，你反正你要爱我的话，你就亲我一下。你亲一下。亲一个。哎呦不，楚瑶，你说你，自从我们俩在一块的时候，
每次抱你、亲你的时候，都是我主动的，是不是？你看人家，啊，天天跟双面胶似的粘在一块儿，我好委屈哦。说不，反正就不开心。你亲一个。好了，亲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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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爱看你就亲亲他。哇，吹好棒！吹好棒的。去个厕所。呀，喊我的样儿，满意了吗，韩总？你不是上厕所去了吗？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今天硬把你拽来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没事啊，我回来以后也没怎么跟朋友聚过。再说我今天看见初晨的姐姐，我挺开心的。你说，要是初晨还在的话，我们俩会不会在一起啊？他那么喜欢你，应该会吧？那你呢？我怎么了？你喜欢我吗？我又不是朱晨，这我可体谅不了。跟着我干什么？我上厕所啊。我也上厕所了。我。哎，不是陆叔，聊的怎么样？我们两个就是朋友，别再想着凑合我们了，让人误会就不好。哎，陆叔，我这刚有点起色，你别不管我呀。什么起色呀？红娘事业刚刚有点起色嘛。常大乐啊，你很奇怪啊，这突然好心给李洛书当红娘，你安的什么心呢？我安的好心啊，我。不是，哎，思怡，你听我说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们回来啦！哎呦，回来啦！怎么那么晚啊？玩的高兴吗？啊？你怎么还不睡觉啊，妈？我这不等着你们回来汇报情况呢吗？哎，跟人丹丹聊的怎么样啊？妈，我俩就是同学。就是同学那么简单吗？你忘了你上学的时候总拉着人家李洛书去看人小姑娘拉小提琴？哎，你不知道，一开家长会呀，那老师就给我打小报告，让我提防着他早恋呢。长大了怎么反而生分？您记错了。咦，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呢。妈，他都这么大了，做什么事儿自己心里有数，你别管。我睡觉去。哎，我记得洛书那孩子以前总来咱家玩哈，怎么这几年也没见着他人啊？啊，他在外地上大学呢。你说小时候你们俩总形影不离的，这长大了怎么反倒生分了呢？哎，他什么时候回杭州啊？你跟他说到家里来吃饭，我还挺想那孩子的。妈啊，这事儿改天再说吧，我俩都累了，回去睡觉。快点休息吧。啊。春瑶姐早。早。春瑶姐，今天衣服真好看，有机会也帮我参谋参谋呗。哦，好啊。那这么说定了，这周末有时间我们一起去逛街。春瑶姐，我给你磨了咖啡，这可是我专门从老家给你带来的，你可得尝尝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春瑶姐，早。早。春瑶，吃早饭了吗？吃过了。
琪琪姐，大家今天怎么都这么客气啊？客气好啊，公司就是要求大家和睦相处、精诚合作，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，这样大家就可以好好的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了。嗯。进来。韩总，这是飞翼科技的资料，您看一下。嗯。韦亚军那边怎么样了？他们知道您有合作意向，所以对公司的合作项目很积极。好啊，那你就看着安排吧。好的，韩总。哎，对了，这外面怎么了？从一早上开始就秋的，菜市场啊？我一会儿出去提醒他们一下。嗯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小韩总和小黎谈恋爱的事情在公司公开了，大家伙高兴，一时凑个热闹。高兴？有什么好高兴的？啊？这是公司，不是菜市场。不像话！你好，听我跟你解释。还解释什么呀？现在全公司上下都知道我是董事长儿子的女朋友了，你知道这影响有多不好吗？哎，这影响有什么不好的？他们都正赶着巴结你呢。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你清楚啊？这有什么的？你又不是没有能力。行了，你赶紧走，在我消气之前，别出现在我面前。不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别生气了。好吧，那你哪儿错了？我也不知道我哪。让开，我要回家了。回来啦，妈，怎么不进屋？走走走。这个是阿姨好，那个我叫韩子。李洛书，是不是李洛书？啊，对啊，李洛书，这是我妈，你忘了？哦，好久不见，阿姨。可不是好久了吗？都多少年了？阿姨得说你两句啊。嗯。阿姨不让你回来，你就不知道回来看看我们啊。那个我这不是忙着毕业呢吗？对，这都毕业了。他跟初晨是一届的吧？还有1年呢嘛。哦，对他们大学什么学分制，好像实习了，现在是吧？对。就是嘛，从小的时候学习就用功啊，哪像你。哎，李乐说，你不是说要回学校吗？啊，阿姨，那我就先回去了哈。哎，拜拜。行，哎，行，不行，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还回什么学校啊？走，进家去，我让叔叔给你做好吃的啊。妈，他，走啊，回家。这孩子，我觉得你叔叔都盼你多少年，你也不知道回来看看我们啊。来，快进来。初晨，你看我把谁给带过来了？老黎。哎。老黎，你快出来。哎。看看这是谁？哎。好好看看。叔叔好。好。老糊涂了，这就是啊。这是初晨小时候的同学李洛书，啊。叔，我李洛书。那个，这样吧，爸，我跟初晨帮你做饭，然后你们俩聊一会儿。对，好久没见了哈。对呀，多少年不来家里，咱娘俩啊好好聊聊啊。来，多做几个菜。坐。来，坐着。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又冒出个李洛书来呀？刚刚他送我回家，然后妈看到他一眼就认成洛书了，所以我就配合。你这同学对咱们家情况了不了解？他是我同学，人家的情况他应该都知道。哎呀，反正也就1顿饭的时间，
咱们几个好好配合。快去！他们俩不能单独待时间太长了，快给他们搅和了啊！等会儿，一会儿见机行事，咱们大配合，听见没有？开饭啦！快来，别聊了，快！来，罗叔，坐阿姨这边的，坐这边啊。难得呀，那个，李洛叔来看咱们，叔叔特意做了几个拿手菜啊，尝尝。闻着就香，没想到叔叔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呢。你看你是不是都忘了？你小的时候啊，可没少吃你叔叔做的菜。哦，对，是好久没有吃了，正好今天啊，可以好好尝一尝叔叔的手艺，饱口福了。那你快看看，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最爱吃哪道菜？红烧狮子头，还记得呢，快尝尝，还是不是以前的味儿？那我先尝尝。来，你尝。好吃，叔叔，好吃。叔叔手艺真是绝了，比我们家保姆做的还好吃呢。现在家里都有保姆照顾了，条件都好了，现在啊。慢点，别噎着这孩子，快喝点水。没事，叔叔。瞧你点出息！哎，你比人家洛叔大，你不照顾人家不说，还说这样的话。好啊。来，洛叔弟弟，多吃一点啊。还有你，怎么老闷着头也不说话呀？啊？跟人洛叔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以后啊，经常带洛叔到家里来，听到没有？哎，快吃！尝尝别的菜。罗叔啊，以后没事常过来玩。你要想吃什么呀，提前打电话，我让你叔叔给你做。好的，阿姨，我会经常过来看叔叔和阿姨的。好，来之前打个电话，爱吃什么我给你做。好。那我送你吧。哎，出省一起啊？啊，没事，不用了，阿姨。外边凉，您和叔叔赶快进去休息吧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注意安全啊！好。我送他。哎，你慢点走，着什么急啊？我觉得不对。怎么不对了？哦，你是说冒充的事啊？当然不对了。这个不是重点。那什么是重点啊？其实你妈刚开始把我认错的时候，我想着以后能在你家进出自如了，觉得还挺好的。可是刚才在饭桌上，这彻彻底底把我当小孩了，那感情以后我还得叫你姐不成？叫姐怎么了？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叫姐你能少块肉啊？来，叫声姐我听听。不行。我明明是你正牌男朋友，我干嘛委屈当小弟啊？这要时间久了，你妈把我定性了，咱俩事不就彻底黄了吗？你还笑？我笑你跟小孩一样。你看，就连你都把我当小孩了。楚瑶，我真的觉得特别别扭。那个，我以后能不能不来了？可以啊。不过，你说我妈让你来怎么办啊？你就说我出国了，怎么样？这样一来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消失了。行，那以后我妈叫你来，我就说你出国了，行吗？成。行了，走吧。啊，赶紧走吧。抱一下再走吧。别了，我妈在。她没事，就一下。那我走了啊。行吧，拜拜。走吧。一会儿。行了，走吧。走了，拜拜。小心啊。拜拜。走吧。
再见啊！哎呦，你小心点。春瑶姐，这个是大家给你买的，吃吧啊。哎，看这个，看这个，看这个。哎，洛叔，快来，快来！哎，快！来！这是那天演奏会的视频，现在在网上点击率特别的高，都传疯了。最主要的是这下面的评论，说的都是咱们那首歌。这次咱见丹丹的人情可大喽。那话也不是这么说的，要不是你们的手环真的吸引人，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来我的视频底下留言呀。怪不得我们网站的浏览量增加那么多。哎，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啊？我今天是来给你送小样的，你有空听听，提一提意见。哦，对了，以后来一下。吓我一跳！干嘛呢你？别挡着我！初瑶，走，吃饭去。楚小姐，中午想吃什么，我们给你带回来，不用下去了。对呀，我吃这个就行了，你们去吧。哎呀，那个都凉了，别吃了，丢了算了。嗯，就是啊。对啊，这是大家的心意，扔了怪可惜的。你们去吧。那好吧，好吧，走了啊，吃饭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丹丹，最近真的帮了我们很多忙。这份合同虽然钱不多，但是我们一片心意，希望你可以收下。我这么做也不仅仅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我哥。工作就是工作，你要是拿我当朋友，就收下吧。好，我替你暂时保管。翠瑶，我先走了。明天见。好的，好的。初瑶先走了，初瑶姐先走了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你的小样做的真的很棒，谢谢你。我都签过合同了，你不用天天谢我了。哎，洛叔，前2天你让我用58同城找工作，我就找了一个音乐教室，我刚把简历发过去，他们就联系我了，效率可高了。给小朋友们教琴真的挺开心的。这回算是找到感觉了。是啊，他们身上那种简单的热爱，其实跟我刚学琴的时候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后来可能更注意技巧了，反而把这个感觉丢了。所以说，应该是我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提醒我，我也想不到这一点。别谢我了，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哎，来了啊！开门！哎，来了！
麻了怎么办？哎，你怎么来的这么快啊？你家进贼了？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啊？没有。钱云，我从前2天就让他收拾啊，他要么说忙，要么就在那儿打游戏，熟视无睹，完全把这个家当空气。要不是你说要来，他压根就不会管呢。这媳妇儿，瞧你说的，我哪能当空气？我这不是正在干呢吗？你看，是吧？你在干，你这可不是在干嘛？本来没这么乱的哦，你一上手，垃圾场变垃圾站了。这就是你们的婚后生活呀！哎，算了，我今天不是来拉架的，我是有别的事要说的。怎么？你跟黎初瑶又怎么了？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他？哎，这世界上还有谁能让你牵肠挂肚、喜怒无常啊？就黎初瑶有这待遇吗？这倒是。哎，坐。不过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我就是心烦。昨天我送初瑶回家的时候啊，我在楼下见到阿姨了。阿姨见我第一眼，直接喊了句李洛书，直接把我喊懵了。啊？李洛书啊？你说啥？他妈妈把你当成李洛书了？对啊。哎呀，反正我就死马当活马医了，我就顶个缸呗。原本我以为这挺好的，这以后啊毕竟是要见家长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妈妈总把我当成小屁孩儿，老是说我是初瑶弟弟，李洛书的同学朋友。我这一个名正言顺的女婿，硬生生给演没了。所以我跟初瑶说啊，就说我出国了，以后就不去了。哎呀，这都什么事儿？这事儿烦死我了。那你以后怎么去他家？所以就说嘛，烦就烦在这儿了。我认真问你啊，你是想跟初瑶长期交往吗？当然了。那你有想过跟他结婚吗？必须的呀。那你就老老实实去他家当李洛书啊。为什么？你听我说啊，只要你是抱着结婚的念头去的，那这关你早晚得接受啊。初瑶他妈妈不是有 PTSD 吗？现阶段估计也不太可能医好，所以说你硬着头皮都得接受啊。重要的是你不是去扮演李洛书，而是去扮演一个成熟的男人。再说了，现阶段这么多姐弟恋什么的，你只要让阿姨认可你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男性，那年纪小点又怎么样呢？哎，媳妇儿说的对呀。不要在那儿拍马屁，老老实实干活。借个光。哎，你接着说。我觉得你不光要去扮演，你还得经常去，是吧？你要让阿姨认可你，然后公布你和初瑶的关系。这事儿他就得乘胜追击啊，省得阿姨到时候心血来潮又给他介绍个什么王俊、李俊的，那你不又变得被动了？说的在理儿，可是我该怎么做呀？哎呦，洛树，阿姨好。你这太客气了。哎呀，没事，阿姨。这么多东西。阿姨啊，这些东西呢是小姐姐和叔叔的。你怎么买那么多菜呀？这都够吃好几天的了啊！是阿姨。坐。阿姨，您就别客气，都是应该的。今天我来啊，没有事先告诉初瑶。没告诉他。我是想给她个惊喜。惊喜啊！这样，你看啊。平常呢都是初瑶和叔叔下班之后才能给您做饭吃，今天呢是想事先准备好一桌丰盛的菜肴，这样等他们下班一回来就能吃上现成的饭了，怎么样？哎，你还会做饭呢？那当然了，我做饭好吃的呢。哦，我妈都说了，我比阿姨做的还好吃呢。那不错，那不错。阿姨，您等着，今天呢我好好给您露一手。那你看，我就有口福了。不过让你在我们家做菜，我觉得特别过意不去。阿姨，您就别跟我客气了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再说了，你要这么客气的话，我以后都不好意思来看您了。您今天给我个机会，好好尝尝我的手艺。行了。哎，用不用我帮忙？阿姨不用，您坐着看电视就行，我自己一个人就行啊。好，您别管了。哎，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哪儿，你问我哈。没事，阿姨，我来。啊。
比赛相关资料。李斯通教授是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，是著名的地质学家。文中翻出来他在中国美国光的维护精神，严谨的学习参与关于中国大量空间，以国家之课题，想人民之所想，均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，侮辱我们几代人写给于光复而自豪的地质事业。洛叔啊，要不然等你叔叔回来再做吧。没事，阿姨，那个配菜已经齐了，就等着下锅了。您在沙发上休息就行了哈。搞活市场，正确引导，加强管理，提高质量。林轩说，旅游业作为一项产业，经过10多年来的实践，摸索出了一些经验，形成了一定规模，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。旅游业要真正做到搞活市场，正确引导，加强管理，提高质量。今年是大旅游业要抓好3件事：一是首批中国旅游业发展，举办首批中国旅游业是中国。洛叔啊，怎么那么大的烟啊？阿姨，哇，着火了！着火了！阿姨。妈怎么样？要不要去医院？吃了药，稳定了。你们也太不小心了，怎么让你妈看见那么大的火呀？你给我出来！楚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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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你不是说你以后不来了吗？我考虑了一下，想着以后早晚都得见阿姨。早晚，行了，不用早晚了，你以后不用再来了。楚瑶，我就是想在阿姨面前好好表现表现。我看阿姨饿着肚子，我不忍心，所以就去做饭了。我真的没有别的想法。是，你是没有别的想法，但你应该也有顾虑啊。你明知道我妈的病，我还特意跟你交代过。我们家为了不让她见到火，都换成电磁炉了。好不容易这几年我妈的病稳定一些，今天你又这样。对不起，这次真的是我太大意了，我下次一定注意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你自己回去好好想想。走了。嗯，我已经跟他说了，让他以后不要来咱们家了。我先睡了。
这些是你写的？那2个按摩仪也是我买的。那你昨天到底为什么去我家？我原本其实已经答应初瑶不再去了，可我考虑一下，以后我跟初瑶是要成家的，还是希望能跟你们家里人多亲近亲近，多互相了解一下。我知道阿姨身体不好，所以我就买了2个按摩仪，孝敬她老人家。这2张纸条是我手写的，我怕你们不在家的时候她不会操作，我就把具体的操作方式手写下来了，方便她操作。至于那一屋子烟，确实是我太大意了。我本来是想露一手，给阿姨做几个好菜的，可没想到到最后……行了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做饭，在我家也不要做海鲜，我母亲体寒，吃不了那些。如果你有时间，倒是可以给她泡泡脚。还有，她不可以看到烟，也不可以看到火，这是在我家最大的禁忌，明白了吗？谢谢啊。你也不用谢我，我希望你是真心对我家人好，也不要再添麻烦了。那我顶替你的身份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你这倒是提醒我了。其实洛书和初晨还是有很多不同地方的。不过今天没时间了，我得上班了，走了。哎，别，那个我跟你一起去。你慢慢跟我说，我慢慢记。哎，这什么情况？像是上课。老大好像在教韩少爷。哎呀，这好久没看见韩子那这么乖巧，这么听。一定是又有什么事要求洛书。什么事儿？想想。啊？想不出来。我还真是对牛弹琴了。把抽绳放下来和把抽绳竖起，效果马上不一样。妈，洗脚。哎，你是不是缺钱了？还是你闯祸了？妈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我就是想孝敬一下您，正儿八经的学习一下照顾人。水温还行啊。还有呢，将来要是跟初瑶结婚了，我也得照顾她的爸妈嘛啊。哼，太感动了吧？人家是为了离家。你别说话。我还真以为他是个孝子。而护水箱的抽绳设计还有着纤细臀部的功效。妈，你啥也别说，只管享受就行了啊。子墨，你这样，妈妈真的有点不太适应。妈，你放松一点。儿子啊，你这样做，妈妈很幸福。哎呀，你说这10月怀胎，那么艰难的生下子墨，今天能有这个待遇，真是千值万值了。值什么值啊？人家又不是真心为了你，不过是拿你做个试验。明明是胳膊肘往外拐，还在这瞎感动，也不知道想啥呢。什么叫瞎感动啊？
就算我儿子他是为了黎初瑶，那也证明他在长大呀。给你洗个脚，他就长大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儿子啊，离长大还差着108000里呢。有一天我要真有个3长2短，你可千万别指望他。我告诉你，他能把他自己照顾好就不错了。呸呸呸呸呸！你能有什么3长2短啊？再说了，儿子他刚刚毕业，你每天急吼吼急吼吼的，我不知道你在急什么。我急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急你跟他一样，让我着急。行了行了，跟你女人说也没用，睡觉，赶紧睡觉吧。你呀，就羡慕嫉妒恨吧你！搞不懂，老顽固。哎呀，够早的啊！你不也挺早吗？嘿嘿，有员工嘛。我说，之前韩子墨找你干嘛来了？唉，别提了，我妈把他当成我了，我怕他跟我家惹出麻烦，就把我家该注意的事儿跟他说一说。李洛书啊，李洛书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这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？他冒充你住进了你家，难道他还要冒充你跟黎初瑶结婚啊？再说了，这只能装一时，我就不信韩子墨他像你这么有毅力，扮演另外一个人一辈子。这也是没办法了。什么叫没办法呀？啊，就他那不着调的劲儿，眼下就是讨黎初瑶的欢心。你一等黎初瑶改姓了韩了，他还能管黎家的事儿吗？他不至于吧？哎呦呦呦呦呦呦！你还替他说上话？这情敌见面还分外眼红呢，你这不仅不眼红，还冒着亮光呢！你还自己施肥浇水的地就这么拱手让人了？哎，我行了，我也不说你，我说破大天去，也就是浪费痛快心思，爱怎么怎么地。你大早上来就为了跟我找不痛快是不是？你自己的事你解决了吗？我什么事儿？牛思义呗。这你就不用操心了，反正一举拿下。吹吧！什么叫吹呀？人家现在没准心里早已非我莫属了呢。走，脸皮这么厚。吴总，别客气，坐。哎呀，韩总，您上次提出的价格，我跟董事会商议过，您觉得没问题？看来都是爽快人啊！既然吴总也是爽快人，那我就明人不说暗话，咱们直接谈条件吧。好，您说。我的条件很简单，就2个。这第一呢，龙翔会以公司的形式出资6000万，占股10%。这没问题，不需要董事会批准，我个人就可以给你保障。果然是爽快人。这第二呢，我要以个人名义占股5%。个人名义？哎呀，做生意嘛，不就为挣点钱吗？方便以后套现。那您这钱，我说了，就6000万。韩总，您这可是不太符合规定啊。吴总，对吧？你是个聪明人，这个规定嘛，人定的嘛，可以变通啊。这点事儿不是事儿吧？
行，不错，那个别着急，刚好我接下来还有一个小会，要跟新艺科技也要讨论一下合作的事，啊，我就不留你了。韩总，这样，您提的2个条件，我全都答应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我当时是真没别的办法了，所以吴总你就答应了？不答应怎么办？我已经在董事会上夸下海口，这件事情我实在没头。韩耀明可真是个老狐狸，占了便宜还卖乖。可我却有点搞不懂了，他那么着急变现，还有点想从龙翔脱身的趋势。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？我叔在那儿写什么呢？孩子们学习的事。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舒阳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？妈，没事。阿姨，哎，那个这个按摩仪的操作方式呢，我都写在纸上了。你要看不清那个我写的字儿的话，这还有图，我都给您画下来了。这都是啊。还有这个阿姨，这个，这个呢是家里电视机的网络平台。您不是喜欢看老剧吗？对呀。现在好多都不播了，那个在这上面都能看到。哦，这都行啊。对。哎呦，哎，你看看，你这孩子也太贴心了啊！你让他寄来的？他上次来也是好心。再说了，他突然消失，咱妈会起疑心的。该嘱咐的我都嘱咐了，不会出事的，放心吧。啊，阿姨，您先那个什么看着啊，我去给您倒热水，泡泡脚。哎，那可不行啊！阿姨，您就别给我客气了，您呢就把我当自己的孩子一样，跟出神出妖一样啊！阿姨，您就坐着行了。哎呦，不是，你这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这，哎。乐叔，自己跑这上面来躲清静来了？是啊，上来看看书。好久没有来这上面了，这上面改造的还挺好的。你呀，还跟小时候一样，到处喜欢给自己垒窝。哎，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？你到底带我去哪儿啊？带你去个好地方，到你就知道了。哎，你慢点儿！哎，哪呀？就这儿。哎，不错吧？可以啊，洛叔。哎，你是怎么找到这好地方的？我自己转悠转悠就找到了。这儿隐蔽还幽静，是不是比你们家客厅好多了？可不是嘛。哎，那这样咱们以后就来这儿玩，可以吗？好啊，
那这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一起分享。够意思。哎，你饭锅也不能这么走啊！这样，这蛋，来把跳棋，谁输了谁就弹脑瓜崩。好，哎，我先来啊，你先来，可以。不行，不能这样，要把你的也摆回去。你妈怎么在这儿呢？都让我找半天了，几点了还不回来吃饭啊？别玩了，楚小姐都来了。这谁搭的呀？楚小姐，我叔搭的，是我们俩的地盘。请的。你有这么大的秘密，都不跟姐姐分享分享的？怕你嘴快。说谁嘴快呢？我是不会跟别人说的。你不最喜欢海贼王的卡片吗？那借你玩。真的啊？玩完赶紧还我。知道了，姐姐。小姐，有来一盘吗？若叔，那以后我能常来这吗？当然可以。要不，这个地儿就是我们3个人的秘密据点，好不好？但秘密据点总得有个名字吧？也对。叫什么好？就叫瑶城书屋。好，这个名字好。好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瑶城书屋就开张了。会员制，只供我们3个人分享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，可别跟妈妈说啊。好，奖励了。还是小时候好呀，无忧无虑的。你怎么突然感慨起来了？啊？妈？黎初瑶真是作啊！哎，人家有资本作，你有吗？咱就认命吧，捧着他哄着他也没什么不对。既然他今天主动要求咱们给他派活，那咱们就派活呀。等哪天他忙不过来了，咱们再关心关心啊，替他分担一下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喂，妈。啊？怎么了？你说。刚才那是黎初瑶的声音，他不会都听到了吧？完了。初瑶，我先走了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小赵，我走了啊。哎，拜拜。啊，初瑶，今晚有事儿吗？下班去哪吃晚餐呀？我听说楼下新开了一家日料，特别好吃。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啊，一起去嘛，不要把我们当外人呀。我真没把你们当外人，你们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对了，项目需要的资料，顺手复印了一份给你。
谢谢啊，我自己复印就行，不用麻烦你的。客气啥？就是，我们在卫生间多嘴了，你不要往心里去啊。什么呀？啊，你没听见？舒瑶，舒瑶，哎，唐总，我在楼下等你半天了，你们还不下来呀？我这不跟同事说两句话吗？啊，你们好。唐总好，唐总好。走吧，走吧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你说他真没听见呀？嘿，洛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和阿姨。谁呀？啊，阿姨好，我是那个初晨的同学，我叫丹丹。丹，会拉小提琴的那个丹丹。对。来，快进来坐，拿东西，别在外边杵着。来，快坐下。哎，对了，冰箱里有你叔叔做的那个银耳汤，我去给你拿一碗啊。你们俩小朋友先聊着啊。谢谢阿姨。陪丹丹聊会儿啊。哎，少说话啊，少说话。知道。来，尝尝你叔叔的手艺吧，快尝尝。谢谢阿姨。不客气。阿姨，这是叔叔做的银耳汤啊？对呀，真好喝，是吧？叔叔做饭应该也很好吃吧？手艺还行，他们几个都喜欢吃。哎，对了，正好今天晚上留在这儿吃晚饭，我一会儿啊给你叔叔打个电话，让他多准备几个菜做给你们吃，好不好？那就麻烦阿姨了，我这从国外回来好久都没吃过家里人做的饭了，是吧？那你看多巧，今天晚上啊就留在这儿吃晚饭啊。你看我们初晨那不太爱说话，这次回来不走了吧？不走了。不走了，好，不走了，好。那家也是杭州的？在杭州啊。父母身体还好吧？挺好的。那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他们是做那个消防工作的。我这还没问完呢。这都牵上手了。我儿子开窍了，哎，这姑娘我喜欢。小韩总好。真没看出来，就是伤心啊！你看他们两个，真难得。怎么了？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我没闹啊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你这样来接我，大家都能看见，影响多不好啊！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啊！太糟了。看到就看到呗，让大家知道你是我女朋友不挺好的吗？怎么就影响不好？这么说吧，我希望大家看到我时想到的是我的工作成绩，而不是我只是一个顶着未来少奶奶招牌的花瓶。我还挺喜欢你说你自己是少奶奶的。子墨，你干嘛每次反应都这么大呀？你是要故意给我划清界限吗？怎么，做我女朋友很丢人吗？哎呀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就是希望你可以在我工作的时候给我留一点点空间，行吗？你还想要多少空间？舒瑶，我不知道我要给你多少空间才可以。我在你家，我装理罗叔，我为了照顾你妈情绪，这都可以。我为了你，我认啊。我在公司也只不过是想保护你、照顾你而已。就算这样，你都觉得过分？是。
我是觉得过分。你把我们的关系弄得这么昭告天下、公之于众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……说什么？李初瑶，我们俩在一起才多久，你就想着要分开？你就这么不相信我，这么不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吗？啊！你看看我每天在公司楼下守着你，不就是想早点见到你吗？我怕你工作太累太辛苦，怕你受别人排挤。你呢？你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你又做了多少？付出了多少？好，你对我做的，我很感谢你。子墨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的生活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？我不想说了，我先走了。初瑶，别跟着我。哎，你拉我干嘛？我跟安妮聊得好好的，我哪说错话了吗？你自己想一想。不走了，好，不走了，好。那家也是杭州的？嗯，在杭州啊。父母身体还好吧？挺好的。那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他们是做那个消防工作的。哎。对不起，是我说错了。没事，一会儿注意吧。你到底为什么来这儿啊？我就是想看看你是怎么扮演初晨的。你和初晨都是我的同学，当年的事情我们都很难接受。现在你为了这个家放弃自己的身份去扮演另一个人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牺牲啊！我就是想知道这个。小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没人疼没人要的扫把星。初晨是第一个主动接近关心我的朋友，是这个家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爱。没有这个家也不会有现在的李洛书，这只是我回馈这个家庭的一种方式而已。你这也太辛苦了吧！大多数人的性格7岁就定型了，你这都20多岁了，怎么可能还变成另外一个人？再说生活习惯和性格也完全改变不了。就算你是为了爱和责任，我觉得也很难维持下去。你最后还是会做回自己的。在这个家庭以外，我就是我自己。今天我要不是亲眼见到，我也很难相信。那你想过你还要扮演多久吗？我不知道。李洛书，真的只是出于对这个家的爱吗？我爱这个家，我会替初晨守护好这个家的。没想到你们家做饭这么好吃，那个糖醋排骨简直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糖醋排骨。哎，初瑶姐，初瑶姐，你怎么自己坐在这儿啊？我坐这儿透透气。那洛书，我先走了，你不用送我了。嗯，你注意安全。拜拜，拜拜。唉，怎么了？洛书，可能是我想太多了。是因为工作？那就是和韩子墨吵架了。
韩子墨吧，他最近老来公司接我下班，但他那张扬的个性你也知道的。现在公司的同事全都巴结着我，搞得我都不像一个小助理了。所以我今天一生气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你现在闹得这么人尽皆知的，万一有一天分手了怎么办？”你们还是需要给彼此一定空间吧。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呀？洛叔，你们来了。谁姐？他在给谁打电话呢？他姐。他家里出事儿了。感情问题，说了你也不懂，我都不太懂。罗叔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走吧。那个，卫生间在哪儿？出门左转。谢谢啊。没事。你别看了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我有什么事瞒着你了？是谁跟谁的感情问题啊？不是，那你说的是谁和谁的感情问题啊？那我们晚上吃料啊？好，我有事儿，先走吧。哎，我订了3个人的位置呢。整2人世界。谁跟你2人世界？说真的呀。大哥，你一定要帮我，你必须得跟我说清楚。不是说什么呀？不是思夜，你去哪儿啊？救命啊！思夜，还真有人跟他2人世界呢。我不相信。心甘情愿扮演另一个人，这我信。洛叔就是这么善良。可是洛叔要是和初瑶姐只是普通朋友关系的话，那在初晨妈妈面前假装亲密就行了。干嘛一个电话就把那么重要的会议就置之不顾啊？为什么呀？你真想知道啊？真的啊？服务员，点菜。要一个这个，还有这个。来，你看看你还想吃什么？够了，祖奶奶。就这些，够了。重点不是吃，得看跟谁吃嘛。哎，我这么问你啊，这韩子墨刚开始追黎初瑶的时候，费了那么大的劲儿，他都没追上，后来怎么就成了呢？为什么呀？肯定是有人帮忙呗。你是说洛叔啊？哎，我就直说了吧。这韩子墨一开始的时候找过洛叔，让他帮忙追求他姐姐。洛叔当时没同意，但是后来呢，何俊的出现，还有工地发生那些事儿等等吧，发现韩子墨这个人还是挺爷们儿的，然后就水到渠成了呗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嗨，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。
就这么点情报，根本就不吃我刚才那顿菜。服务员，我刚才点的都不要了啊！啊，对呀，不要。这还差不多，还想吃饭？现在可以放过我了吧？好吧，放过你了。哎，行了，少喝点吧。哎呦，你说为什么呀？我是她男朋友，我每天接她下班，这有什么不对的吗？为什么总挑我这个理儿啊？你去接她下班这没问题，但你能不能低调一点？您是龙翔的少爷，你知不知道别人看见会怎么想？我姐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别人觉得她配得上这份工作。你这么高调，只会让别人忽略掉她的努力。我就是想见她，我根本控制不住我内心这份想见她的那个冲动。那你也得尊重她的想法吧？是，我不尊重她，她眼里只有工作，没有我。可那没钱的话，我可以给他呀。哎呀，我们韩家又不会亏待他，你说对不对？哎，行了，你打住吧啊！这话千万别让我姐听见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的时间占比根本就不对等。我姐每天除了上班，还要回家照顾父母，然后还要跟你谈恋爱。那你呢？你一天天都在干什么呀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太闲了呗？你要是也有工作，也有生活的压力，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想了。你说的好像还挺有道理的。哦，对，正好有个忙需要你帮我一下。这是什么呀？我怎么帮你？我们公司最近在做产品测评，你看你。成交！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做测评的我最专业了，你放心，我会给你一个非常专业的测评的，你就等着看吧。哎呀，这关键时刻呀，还是我最好。我跟你说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快说。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，常大乐喜欢牛思义，听清楚了吗？我是认真的。反正喜欢就是喜欢了呗，也可能吵架吵出感情来。我一天不跟你斗嘴，我就浑身难受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你跟张志远成天待在一块儿，看着我就生气。还有华阳那臭小子，没事就故意接近你，我看着我也生气。这还不是喜欢你啊？就这些啊？就这些啊。
别，思怡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是什么都没吃。没事儿，人家小姑娘长得好看，家里又有钱，去吧。啊，不是，思怡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我纯粹是被人绑架过去的，你也看见了，而且那纯粹就是鸿门宴啊。再说了，他那小腰子片子能有我们家思怡好看吗？他有思怡跟脚趾头好看吗？没有啊，而且我跟他吃饭真的是一点食欲都没有，所以我真的是一口都没吃。我就只跟你吃饭，我才吃得下去，而且都不用吃，这光看就行了，秀色可餐嘛。这众生皆苦，我思意已甜啊。你给我闭嘴！我还一口都没吃呢。没吃怎么能行呢？你在哪儿？我过去接你，咱接着日料去。15分钟后出现在公司楼下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啊，行，等我，马上。二人世界喽。您好，这边请。服务员，上菜吧。好的。还生气呢？你别生气了，之前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啊。好啦，上次也不全怪你，也是我说话太着急了。以后要是我太忙的话，没有时间陪你，你会不会生气啊？不会啊，你有工作是好事啊，就不用这么闲了。不过你要干什么呀？李洛书找我帮忙呢。我弟找你帮忙？李洛书吧，说到底吧，他还是个孩子。他做开发可以，但是做市场调研和市场测评就不如我了。不过这小子能找到我做测评，我算他有眼光。所以啊，这个忙我是没办法拒绝的。我呢，就当是练手了。你就吹吧，我弟用找你做测评。我还真没吹，你别不信。这事儿等成了以后，你就等着夸我吧。行吧，我渴了，你给我要点水喝。哎，服务员，来杯水。不说，你让韩子墨去做市场调查了？啊，做这个干什么呀？先不说他会不会帮倒忙，这种调查对咱们也毫无意义啊。哎，主要是为了帮他找点事情做，要不然他每天都缠着我姐，打扰我姐工作，这也不大好。啊，那做吧。走了。哎呀，真够累的。只要我跟你说啊，在市场调研上，我见过的器械，高端器械可比李洛书多。这不，关键时刻不还得靠我吗？啊！你知道现在的健身市场面对的客户是什么样？高端人群。高端人群啊，可是享受过生活，具有不俗眼界和高级趣味的人。他们最注重的就是器械的实用性，还有简约的设计感。你知道他们对什么最感兴趣吗？我知道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啊，非我不可了。你弟啊，真是找对人了。小点声，人家都看着你。哎呀，没事儿。
喂，怎么舍得给我打电话啦？我前一阵子不是忙吗？什么忙？肯定是你和韩子墨出问题了。我俩是出问题了，不过是好问题。他今天跟我说，他要亲自帮我弟做市场调研，还要亲自测试那些健身器材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，我都惊呆了。哟，韩公子还有替别人干活一天啊？这可真的是够少见的。是啊，我能感受到他在努力改变自己呢。他从小生活环境那么优越，现在能亲自帮我弟做市场调研，我真挺惊讶的。是呀是呀，还是我们初瑶魅力大。你说韩公子跟你在一起才多久就转性了？简直是那什么草履虫到类人猿的飞跃。我们初瑶宝宝终于苦尽甘来喽，什么时候带着姐妹鸡犬升天呢？好啦，哎，你跟你们家秦云怎么样啦？秦云，别提了，太屎了。你死啦！我没死啊，这不满血呢吗？还你看啊！马上我就过去我就弄死他。哎，你看。喂，干嘛呢？怎么这么久才接啊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呢在高速上呢，正赶着叶落去上海的一家大型健身器械厂，怎么样？我够尽责吧？那你小心点啊，大晚上的。是这样啊，本来我答应初瑶明天去家里照顾阿姨的，你看我现在也赶不回去了。没事，明天我回去照顾我妈。别担心了。OK， 调研呢我是最专业的，放心吧。啊，等着我的好消息。那你小心点啊，别开大坏。陆叔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在啊？啊，我这还有点事儿没处理完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本来回家想把咱们手环的编程再研究一遍，你 U 盘忘了，我来拿一下。哦，大乐，这几天辛苦了，我看大家也没怎么睡觉，我也挺过意不去的。嗨，没事儿，不过你可得注意身体，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。行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差不多也回家吧。好，走吧。怎么了？吴总，我们的系统出了问题，一直不停的在闪退，暂时还找不出原因。找不出原因？吴总，您别着急，我们马上想办法。快！找到了。是传感器的传导速度影响了我们的服务器。大乐，这段是不是你写的？你看能不能改一下，换一种算法。你看我干嘛？找啊！哟，常大乐，你平时还老说在技术层面比我过硬，你还能犯这种错呢？
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是我出错了，我还以为是我的问题。咋了？我突然有个想法，你们看啊，我的这个算法虽然是拖累了我们的服务器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逆向的修改一下，完全可以实现传感器灵敏度的优化。这计算速度提高了，我们产品的性能也会大幅度提升的。好像有点意思啊。可以呀，大乐，厉害了，大乐。常大乐，你今儿开挂了？不是一直都是吗？我现在是你心目中的男神了。说我们呢？事后诸葛亮。哎，行了，别臭美了。你下次再这么不严谨，可不会像这次这么幸运了。现在来看，我们要比吴亚军抢占了一些先机。大乐，抓紧时间联系工厂，我们要在市场上先占据优势。放心吧。吴总，怎么样了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发现计算传感器速度的方法拖累了整个服务器才导致闪退。但是呢，我们用的已经是业内最好的传感器了，现在只能改算法，但这个算法是照抄的呀，所以你们就不好改是吧？还有别的方案吗？吴总，要不然我们换种思路，就是把产品做成夹在手指上的那种，哎，就类似于心电图那种。但是我们这个产品跟心电图它还有病吧？我们也想过另外一种方案，就是做成栓剂的形式。栓剂？什么栓剂？就是放在那里面的那个。放哪里边？你说清楚啊！就是放在那里面的嘛。哎，吴总，别着急，我们再想想办法，肯定会有办法。谁呀？是我啊，阿姨。哎，丹丹啊，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来阿姨这儿，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？那可不行啊！一会儿走的时候自己带走自己吃。那怎么行？都是给阿姨带的，我的一点心意，你一定要收下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赶紧进家里坐。阿姨，初瑶姐在吗？她在屋里呢，赶紧先进来，我给你叫啊。在屋里呢。给，谢谢姐。洛叔也没在家，你就先在我这坐着吧。没事儿，我今天就是路过来看看阿姨。哎，初瑶姐，我特别好奇，你这么独立自主的人，怎么会跟韩子墨那种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在一起啊？他这个人啊，你别看他整天游手好闲的，其实他心里还挺上进的。而且呢，他心地还特别善良。那时候初晨出事了，我妈承受不住打击，精神上出了很大的问题，需要很大一笔医药费。可是那笔医药费对我们家来说太艰难了。这时候呢，韩子墨就在背后偷偷帮我们垫付了医药费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们这个家早就垮了。这么一说，他这人还真挺好的。而且你知道多好笑吗？他帮我们垫付了医药费之后，连名字都没留。那你怎么知道是他付的？他后来跟我招了呀。
那样品，我们所有的心血啊，都在这里面了。希望它可以在市场上得到认可吧。但愿吧。哎，我一直想问你来着，这当初你同意改健身，不仅仅是因为我的想法吧？你的想法当然很重要了，不过我确实有一些私心在。私心？来，说来听听。第一款产品主要是为了我母亲的病，这一次我希望可以为初晨做点什么。初晨？不是，这话怎么说的？我觉得你做的够多的了。初晨从小就特别喜欢体育，小时候总拉着我去跑步，还嚷嚷着长大以后要当体育老师，让更多人感受到体育的快乐。如果我们的产品可以帮助更多人去坚持锻炼的话，我觉得也算是完成了他的一个心愿吧。如果他能看见，也会很开心的。难怪你要起名叫陈明，难怪你要坚持自己亲自测试。哎，你说你啊，这设计的初衷呢，是为了监测妈妈的身体状况，后来改了健身了，又为了纪念初晨。你说你这辈子是不是折他们家了？要你管。这东西我拿走了。哎，你拿哪儿去啊？我想给我姐看看。哦，估计一会儿又回来了，来等会儿。哎，初晨回来了，快点，就差你一个了。好。行啦，都到齐了，说吧。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我有一件喜事要宣布。我跟罗叔正式在一起了。你们好事儿，当妈的表个态呀，愣着干什么？不是，那我高兴啊！妈肯定支持你们这两个孩子，就是你们这也太突然了啊！怎么之前也没听你们吱一声啊？啊？是不是初晨啊？啊，挺好的，恭喜恭喜！你拿的什么呀？你这礼物都提前准备好了啊？吴总，出去，我要静一静。吴总，我说出去。吴总，是这样的，有一个人说他能解决问题。哎，赶紧跟妈说说，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在一块儿的呀？谁先追的谁呀？哎呀妈！你，哎呀，我问了，你别大声。就那么就在一起了，也没有谁追的谁。你跟妈还保密呀？罗叔啊，我记得你是跟初晨同学啊。哎，你是哪年的来着？你比初瑶小几岁啊？哎，只要两个孩子投脾气，那都不是事儿。老话不是说的好吗？女大三抱金砖。好，倒是这么个道理。只要会疼人啊，不爱他。一定的，阿姨。你跟初瑶在一起这事儿告诉你妈妈了吗？啊，我告诉她了，她知道。我记得你小的时候，你妈妈出国了，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早就回来了。
而且我爸妈呀特别支持我们俩的事情。我爸还说了，到有机会呢，咱们俩家在一起吃个饭，好好聊聊天，熟悉熟悉。孩子，阿姨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啊，我怎么记着你爸在你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呀？你刚才说的这个。再婚，他母亲再婚了。哦，对我妈呢，她又找了一个，而且呢，对我和对我妈都特别好。那挺好的啊，继父。哦，那挺好的。那有时间两家一起吃个饭。好，好，早点见个面，认识认识啊。罗叔，刚才幸亏有你，要不然阿姨一开口就把我给问住了。既然她已经接受了，那我们只能顺着她。早知道阿姨这么容易就能接受了，不管她把我当成谁，以后我跟你姐呢就能名正言顺的了，再也不用藏着掖着了。喂，方总。哎，李助理，哎呀，上次的事儿啊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没关系，我能理解你。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我想跟你聊一聊我们公司新项目的事儿。哦，那我去公司等您。好，那咱们一会儿见。又是那个方圆，他又怎么了？对，他说要找我聊聊项目，你能送我去公司吗？给老婆大人当司机，那是我分内的事儿。陆叔，我去公司了啊，晚点就回来。好吧。舒晨啊，来坐这儿。洛叔跟他父母的关系怎么样啊？他爸妈是干什么的？哦，他爸好像是做生意的，其他我也不清楚。做生意的，做一种武器来说，那家庭应该还可以吧？都跟他来联系，我们手云球招商，火热进行。你跟洛叔是同学，他性格好不好啊？不是没事就到这儿。脾气大不大？我记得小时候他挺闷的。现在看来好像还挺开朗。这孩子呀，长大了是会变的哈。你说这个洛叔是什么时候喜欢出窑的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在某一瞬间，某一次结束，让他忽然意识到楚瑶姐在他心里的重要性。这份情感也因此就产生了变化吧。洛叔这孩子喜欢出窑不早说，害得我跟你爸呀总是操心。
可能对他而言，这份感情需要顾虑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，所以才会犹豫不决吧。你说罗叔会不会对你姐变心？他的心里已经装不下别人了。哎，你这臭小子，你对你姐的事情知道的那么清楚，你不知道告诉你妈？到了，你上去吧。你怎么突然转性了呀？以前不是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吗？怎么，我现在不粘着你，你难受了？不难受，只是觉得你这转变的也太快了吧？哎，是不是因为我上次骂你了？你吃硬不吃软啊？我自己是想明白了，粘着你有什么用？你还觉得我幼稚？现在呢，我这叫忍辱负重，顾全大局，心疼了吧？你别说，还真有点心疼。给你准备了每日 C，100%新鲜果汁，给我们100%努力的黎助理，工作加油啊！谢谢，拜拜。方总，久等了。哎呀，上次啊太莽撞了，千万别介意啊。没关系，你也是因为工作，我可以理解的。这次来是有……我看上一块地块，这个竞拍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这是我们的项目书，看看。您这次来是想向我们龙翔申请竞拍资金吗？哎呀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们万和这个地产啊，这个账目上边资金一直不太充足。哦，这次竞拍我听说过，但是我记得最被看好的是31号地啊。你说的没错，这31号这地的条件那太好了，但是其他的房地产公司肯定也都盯上这块地了，这样一来这地价啊，那抬的就没边儿了。别说我们公司啊，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运气拿下这块地，即便是我们拍下来了，那么大的资金投入会给我们的运营啊带来极大的风险。我们万和每年的利润呢不多，我特别想做一个好的项目，可是我又不希望为做了一个好的项目而把公司拖垮，所以我们要全力竞拍这个29号地块。哦，行，好的，我明白。您放心吧，我会跟韩总汇报的。争取在竞拍之前把资金的事情搞定。太好了，拜托拜托了。咱们的预售产品和 App 上面的所有 bug 都已经修复完成。据我所知，飞翼那边现在还存在闪退的问题。那太好了，我们的预售产品销量现在非常高。哎，那这次这个吴亚军是不是就彻底没招了呀？预售主要是为了提前占据一些市场份额，来弥补我们宣传上的劣势。虽然现在我们领先，可吴亚军这个人说不定能干出什么事儿来，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琪姐，
董事会批准了吗？小黎，董事会决定只给万和地产批50%的资金，剩下的那50%要他们自己想办法。你还是赶紧给方总打电话，让他们早点准备。之前不是都说好的吗？怎么突然就变50%了呢？董事会已经决定了，你就别想那么多了。不行，我要去找韩总。进来。韩总，万和地产的项目董事会只批给他们了50%的资金，是哪里出了问题吗？你说万和地产？是的，就是您之前让我去跟进的那个项目，我详细了解过，也去工地观察过。我认为他们是有实力的，只是运气不好。我相信，只要咱们公司给他们投资的话，万和一定会翻身的。我也希望他们能翻身啊，但是万和现在年年亏损，就连这次提交上来的方案，在盈利率上，董事会也不甚乐观。李助理，我们龙翔是什么？我们龙翔是一个投资公司，不是一个公益机构，能给出50%，已经是董事会在酌情考虑之后能给出的最高上限。韩总，可是可是什么？李楚阳，你的工作热情是好的，对工作积极认真的态度也是好的，在这方面我非常欣赏，所以你才能这么快的从实习转成正式。可以说我对你很欣赏，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的身份，你就是一个助理。董事会做出的决议，连我这个董事长也不会轻易去否决，你更加无权干涉。我送你4个字：谨言慎行。出去工作吧。好的，韩总。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他总得给我个理由吧？我问过董事会了，他们觉得这次竞拍的利润不高，所以那剩下的50%不是个小数。他们让我上董事长，我要有钱，还跟龙翔张这个嘴吗？你先别着急，事情总有解决办法的。要不我帮你想一想。抱歉啊，李助理，我这脾气一上来啊，我不是针对你的。好吧，我自己想想办法吧。喂，喂，楚阳，干嘛呢？在想公司的事呢。公司？公司什么事儿啊？之前万和地产的方圆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啊。上次要不是和洛说，他就和你同归于尽了，怎么可能会忘啊？他也就是一时冲动，也是为了公司好。别管因为什么了，反正那个人就是个疯子。我觉得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。我看过他们以前的项目，不管是设计还是建筑，远远都比他们的销售价有更高的价值。我觉得他只是不太会经营公司而已。所以，你刚才在想的事儿就是万和地产吗？他们有个项目，现在需要龙翔的资金支持，董事会只批给了他们50%。这还不简单？虽然我看不惯那个方圆那个人啊，但是你说好的人，那应该就没问题。我跟我爸说一声，让我爸给你批钱。哎，千万别啊！你可别去找你爸。不是，咱们早晚都是一家人了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董事会都决定了的事情，我也没有权利再插手了。而且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为什么不让你每天出现在公司呀？是啊，不能太张扬。我呀，是不想再因为你的关系影响我的工作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知道吗？懂。那你好好工作啊。好。
大乐，你帮我查一下之前那些投资人的关系还可以用吗？行，吃饭了。妈，我来不及了，我不吃了，你吃吧。哎，都弄好了。哎，我在路上买豆浆，走了啊。孩子，妈妈，我也不吃了，我跟我姐一起走。不是你啊！哎呀，你说早起来10分钟什么都有，这俩孩子都是你的啊！哎，什么？基金？你说的基金来源不会是山一安吧？不是，之前大乐在基金公司累积了一些投资人的人脉，这次碰巧可以帮上你。陆叔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自己的事情，你还搭上自己朋友的人脉。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这次如果可以谈成的话，你既帮助了一个有能力的实业家，又保障了公司的利益，这不是双赢吗？别犹豫了，我中午约了投资人在你们公司楼下吃饭，别迟到啊。谢谢。走吧。投资人的事谢谢啊。谢什么呀？不过他现在已经和韩子墨在一起了，你还这么做，值得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你还是放不下他，对吧？你说你这样煞费苦心的，你也不说，他根本就感受不到啊。虽然现在她有男朋友了，但是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，看到她有困难，我还是忍不住关心她。你就希望她开心就好了。赵总你好，我叫黎初瑶，是常大乐的朋友。你好，我听常大乐跟我提起过你。我这次来就是想跟您说明一下咱们项目的具体情况。万和地产你有听说过吧？万和地产，这真不好说这。没关系，您但说无妨。我听行业内的朋友说，这家企业是连年亏损，老板是叫方圆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对，您说的没错。万和地产的盈利率虽然比不上其他公司，但也说不上是亏损吧？哎，这是他们的项目书，您过目一下。从这上面来看，他们这个项目倒是没什么大的问题。这样吧，要不我先带您去工地看一看，咱们先具体的了解一下情况，然后再做决定。也好。高总，赵总，这位是万和地产的副总高总。你好，你好，方总有事先回去了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我今天就是带他来参观一下咱们工地。这样吧，我这有完整的规划图，我带赵总先看一下，请。吴总。吴总，告诉您个好消息，经过这次的改版，闪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，我们的程序可以马上进行修复，确保运行流畅。李洛书那边已经完成了修复，这次我们不能拖太久，不管加班加到多晚，今天一定要完成修复。好嘞，吴总，您放心。那我先出去了。李洛书做梦也没想到，连他自己的人都在出卖他，这回看他怎么翻身。
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以后小区的车道。我们小区的车道采用的是人车分流的设计，车库和主楼相连，沿用的是大底盘的设计。这样的设计呢，会让行车的路线更加的畅通，停车的车位呢更加的宽松，而且呢，使业主在停车的时候呢，视线不会受阻，我们小区的景观呢也不会受到影响。高总，按照这个小区目标客户的购买能力来看，这每家这大概得有2辆车。如果按照这样的设计，这不但要经过精密复杂的计算，这成本不也大大增加了吗？您说的非常对，我们也考虑到业主入住以后的需求。我们都考虑到大部分的业主用的都是家用车，所以呢，我们略微的降低了一下车库的层高。你们这个方法倒是很因地制宜啊！这是我们方总想出来的办法。我们的主体设计呢是绿色环保的漆材，还有我们这个外墙啊，全部采用的是欧洲进口的陶石板。这样一来呢，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建筑体内形成冬暖夏凉的小生态环境。哎呀，怪不得你们的这每个项目啊，这成本呀都很高啊。邵总，您是说我们这样做利润低了，对吧？您也知道，现在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，把所有的积蓄呢都压在了一套房子上。我们方总坚持自己的标准，我们这样做生意，我觉得问心无愧，不算亏。哎，你们赶紧看电脑啊！是飞翼科技，他们修复了 bug。不是我们修复 bug 的时间没多久吧？他们紧接着就破译了，这是怎么做到的呀？他们会不会挖到了什么大神？按照吴亚军的一贯手段，这种挖墙脚的事儿，他肯定干得出来。不可能，再厉害的大神也不可能破译的这么快，除非他们比我们更早发现闪退问题。大乐，我们产品还有再升级的空间吗？我们的程序已经是现在最优版本了。我之前也考虑过其他发展方向，但是也没有想出什么升级能够再次提升我们的产品性能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只能推迟上线时间了。推迟上线时间？罗叔，咱不能再拖了，再拖吴亚军他们都绕场1周了，咱才刚开始起跑，这不等于找死吗？我们的宣传预算根本没有办法和他们比。如果还坚持下周上线的话，那真就成鸡蛋碰石头了。方总，您找我什么事啊？赵总答应投资了。李助理，这次这事儿啊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。你也不用感谢我，赵总是因为你们的项目好才投资的呀。不行，我呀还得代表我们万和地产的全体员工，特别真心实意的感谢你呀。不过呢，我还得说声抱歉，你瞧我以前那个态度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也是为了项目好，我能理解。哎呀，就这事儿真是多亏了你了，恭喜啦！哎呀，感谢感谢感谢啊！今天赵总和万和地产那边签合同了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在竞拍之前，资金应该就可以打到万和的账户上。那方圆怎么说啊？他很高兴啊，能看到有能力的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也替他高兴。是啊，他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。真羡慕他。怎么了？你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倒也没有。是不是上线的事情啊？我在网上已经看到好几波广告了，但一直都没有听你说过上线的事情。确实遇到一些小麻烦。那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？还真有。帮我倒杯水。就这个呀？你要相信你弟弟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。